5月14日扛棒是香港正特殊的景观，也毋过香港政府最近这几档针对建筑物条例的执法是愈来愈严格，扛棒愈拆愈济哦。有真侪民众拢讲，佮继续安尼拆落去，香港的特色早晚会消失。香港的深水埗已经挂半世纪的南昌饭店艺红顶看板，伫最后一案有真侪民众来翕相留水纪念。捌几条街自头到尾，拢是看到敢若艺术品的艺红顶的看板，怎么是听一个减一个。香港1926年饭店合法化了后，这个产业就发展正紧，深水埗就开真侪饭店。其中澳门的饭店大王高果林家族持有的南昌饭店老店，怎么是3级的历史建筑？伊的看板更加是经典，就敢若是一只倒吊的蜜宝出来干着钱，顶头也有双喜代表吉祥，是真侪香港人的记忆。3公尺宽、2公尺宽的看板贴来，业者真唔甘。If there's one thing that defines a scene as a Hong Kong scene, it'll be a Hong Kong pawn shop and a Hong Kong pawn shop sign. Neon, in general, has been long associated with Hong Kong. It's been in all the sort of 1960s and 70s and movies of Hong Kong. And it's an integral part of Hong Kong's visual history. 港府去年开始搭建卫星污点的计划，要拆或者是维修1700个看板。当地有看板保护团体伫咧游说，希望会当尽可能保留香港艺红之城的视觉艺术。伊也伫咧郊区的户外仓库保存各种拆落的旧看板，正用心维护。希望有一天会当伫咧博物馆顶级的设施内面展示。不过即马经费无够，因是希望会当互这个看板就留伫咧原有的所在，展示香港的原汁原味。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